二哥啊，嗰啲係我哋屋企嘅散養雞啊，你幫捉雞喎，殺！靚嘢㗎咋，上頭嘅面咯。你看這個亮不亮？我看看肥不肥。没抓到，你们两个水货的。等一下我们再抓过。好嘞，就是等一下我们拿工具去抓，抓多2个。我去帮他抓。啊，田野烧啊，我又来了，抓上去了。太紧了，我抓不到。哎呀，这个给你补上，拿着吧。没抓到。哎，两个水货来的啊，一个都抓不到啊。我也有啊。開始整呀！哥哥，湯完去啊！豬都炸啦，當然湯完啦。食你睇唔過，係啊。哦，咁子啊，咁要換啲紅雞嚟烤啦，咁啊。俾我嘅啫。由你哋啦，咁就烤啲紅雞咯。哎，有冇識你啦？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如果係一人那個啲搶嘅雞，可能我搶到雞啊，搶幾隻？烤5隻烤啊。好，好。也是我要走他鄉一程。咁趕時間夠咯喎，炒雞入爐。或是真的不易，都想試一試。烤10分鐘，時間到，開爐喎。前去吧，沿途說方向輕猛去吧。二哥，啲雞烤好啦。係啊，同二哥。聞到啲香味，好香喎。二哥，你朋友多啊，入去俾啲朋友啲試味道。世間昂然地我打陣個聲。哎，咁我冇吃住咗二哥啊。可以翻嚟食飯咯。好嘅，好嘅。嗨，歐姑娘。哎，兔子哥，哎呦，家家的2个烧鸡，哇塞，慢慢吃。哇，闻着好香，兔子哥现在可以吃了没？現在就可以吃啦。刚好肚子餓了。皮脆肉嫩，是你烤的嗎，兔子哥？不是我烤的，是我一個好朋友烤的。好了，歐姑娘，慢慢吃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美女你好啊。Hello，兔子哥，你好。這個雞呢，是我一個朋友，他叫2哥烤的，拿給美女來品嘗一下哦。好，謝謝，香啊，好想吃一口啊。想吃就趁就吃唄。那我就不客氣了哦。哇，這個皮好脆啊，用力點。哦呦，用力哦耶。嗯，好吃，大口點。你慢慢吃啊，生意興隆，美女。拜拜，拜拜。來，崔老闆，去邊啊？我哋去買啲菜翻去煮飯食。使咩買菜啲嘅，小弟你咩？你咩上睇？我有，我有靚啊！今日多謝兔子哥啊！咁你慢慢拍上，好，崔老闆啊！多吃點啊！從前的小子不怕去吧，回去吧，我要是家鄉何時也要闖闖出出。哇，我要吃雞腿。如果話今日好廢咯嗱，我哋又得食，又得你又捅呢個同我啲朋友食。你問啊，你問，嚟大家嚟嚟。好。今天等我來，就讓我誠懇的心把心聲傳來。